道县文化局缅怀在地文学家陈千武的百岁名单，除了展览着伊的作品，嘛伫伊的故乡民间来规划在地文学的旅行。 包括作曲家雷声演唱着陈千武老师的作品，南投县文化局希望讲用拜访陈千武故乡的方式，和游客会使深入了解陈千武的文学故事。小学读书的地方就那几个比较重要的场域那我们能够带着这个乡亲们呢，能够来再次走访今年是陈千武百岁名单，在咧现场展示伊在生时的作品，更加邀请到因后生陈明允来到现场，甲大家分享陈千武的人生故事。父亲在这里生长的时间呢，其实在南投总共13年的期间，在南投13年，非常的快乐。 见到不公不义的事情，他就用诗来书写。所以我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追随这个文学前辈来到他的故乡。陈千武的故乡就是民间乡的江野村，和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 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